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權妹，大家就知道阿權妹係哪片人嘅，其實係苗栗公幹人，唔過好我一出世我就帶到入苗栗市去嘅，古時候雖然我帶到苗栗市去，唔過我韓式嘅苗栗市去，嗰陣時韓上係種下，我對入苗栗市去啊苗栗種下嘅印象啊，有當到快樂嘅記憶，全部就到我童年嘅記憶當中，唔過隨着啊時代無共樣嘅。見來見變化嘅，我一下轉到苗栗，已經看無乜嘅到我韓式世界看到嘅嗰種情景。我相信當到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咪共樣，當日到記憶當中嘅故鄉，當日到記憶當中嘅童年，都有當上嘅回憶嘅過去，也到事情全部就係本人當回味嘅。古時候今日就愛來同大家共下來回味也到韓式世界嘅童年，韓式世界嘅記憶。愛同大家來紹介一本書，叫《浮生小記》。呢本書啲度嘅啊，記錄嘅當到呢本作者自從其他個嘅韓式世界啲苗栗嘅當到記憶，當到時代嘅故事，當到心情嘅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哦。謝謝大家來分享，今日邀請到嘅來賓來分享自從其他個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頭份人，也係呢本《浮生小記》嘅作者。嚟到起床去，歡迎其他個來到節目當中。其實好，呢本書，這是你的第3本書誒，草木。第一本書是《草木有情》，第一本書是《種一棵橘樹》，其實也係第3本書誒。唔係錯。對。確實我出過3本書，不過前面2本書哈，知道。冇得冇對樣嘅。哦，唔係嘅意思，我因為談起來草木有情跟種一棵橘樹，以上都係啲嘅講詞語。不過有本書叫做《浮生小記》，以上就講嘅好多人嘅故事都喺度了。唔會錯。哦。即係我頭擺寫過一道文章。哦。我決心講，寫第3本書之前，我就攞頭擺發表過嘅作品，全部請出來。還有差不多有幾十萬小時，花了差不多1年的時間，全部總整理過，也都好有60章節，總共有9萬多小時，主要就係記錄頭擺我生活的事情，有頭擺有圈台嘅，有厲害現實嘅，我記得是值得一滿意啦，非常好看，因為也有講到，大家非常平易近人的故事，要的是看起來就會知道哦，好像就在看一個人生的故事一樣，一個很可愛，但是又有一點很寫實的故事到底度。唔係錯。對。不過呢書哈，看人咧背景，可能會有不同的無同樣的心情。我相信講呢本書。因為我寫到較輕鬆，對，都是寫比較歡樂的一面。較後生嘅朋友看到可能就講，也情形上寫嘅書一神氣佢講同樣人係差唔多年紀嘅4、5年級生嚟講，佢可能會知道呢書神氣也一神氣，唔過有的會可能有的會感覺講心有戚戚啦，某天佢會知道講，有歡樂，事實上歡樂後邊有的會淡淡的鄉愁。沒錯，聽說係嘅，因為呀故事啲度書本啲度有同到故事，今日就可以來同像其他個來同大家來做分享哦。好啊。唔過其實我看呢本書啊，底部有同到文章，我知道有像散文，沒有像隨筆，還有沒有像你呢個寫實，所以你用來定義這一本書它的類型。這在寫生活的事情總歸一句話就是散文啦，不管係隨筆，係散文，做下做得歸類為散文啦。不過我呢本書有較特殊一些嘅地方，就
有的篇章嘅读很好，用的会近体诗啊，写的会近体诗，差不多穿插有50首左右啊。有哦。呀，这些近体诗哈，事实上有的会画龙点睛的效果啦，哈，就像人哋嘅行人讲嘅，都念诗机嗰种味道啊，念诗机就有一种节奏韵律的感觉，对呀，对，都低度。对呀。古时候其实哈，亚本书很多浮生小记，同前面2本书跟命名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专门跟亚本书名很多浮生小记呢。特别李白讲浮生若梦，啊，为欢几何啊，你係特別研究講嘅事情啦，浮生就神發嘅事情咩？哈，我查啦，特別嘅有一本書叫做《浮生小記》啊。浮生六記。浮生六記。對，神父底下呀，所有讀書嘅人啊，課本裡都全部就會有一篇叫兒時記去。兒時記去，大家特別讀到就知道一神。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蛤蟆也，就係個片。當神奇啊！我就想到，後面讀到其他嘅浮生小記讀完其他浮生六記其他嘅文章哈，就發現到亞山人寫文章作品裏邊哈，也有遊記啊，也有家庭審判啊，也有野外觀察呢度精彩嘅內容哈。所以我知道我寫嘅東西咩攞去性質嚟講，有都會搶啦，所以我想來想去，用浮生小記嚟做書名，也以後啦。對，韓國有動後記耶，浮生小記、浮生六記，韓國第一度因為有動到散文，好像 Hellboy 的它這個片名都有寫是什麼什麼記的感覺。有樣。對，故說我名做浮生小記嘟好。係啊，也有遊記，也有乜釣魚記。對，唔過而家第一度啊，總共有分也6篇嘅內容，也6篇嘅內容太可以啲嘢講嘛嘅，像其他溝通大家來了解一下。像係第一篇是這個往事如煙意難忘，佢太可以都係講按用嘅個故事。哦，像家我都往有寫到幾下篇，搞個白公書嘅事情，那個染野羅嘅事情，然後聽媽媽去裝會搞嘅事情，釣嘅事情，呢都是在往事如煙。他有做往事如煙。有一條從頭擺韓式嘅時節嘅成頭擺嘅事情。講到海角天涯若比鄰，呢就講清楚，做遊記嘅性質啦。哦，出去了。下擺去外國了。哦，有看到哦，去東島所在哦，海德堡啊。去法國。第三章草木情懷人皆有哈，也就看有的會專業性質啦哈。哦，因為人嘅背景是森林系的，都森林嘅哈。不過我希望用較強爽嘅筆調來寫哈。比如讀完這一篇，然後種一棵橘樹，種一條假面樹哈，還有我爸爸去賣玉蘭花嘅故事哈。他把外面有對動物哈，咩有的會黑冠麻鷺，我寫有一篇黑冠麻鷺咩精神期哈。第7章就歡樂時光不待人哈，咧主要就老朋友跟他聊哈，快樂嘅事情啦，不醉不罷休。有一篇酒話連篇啦，大家做得差唔多。那個事情就做得寫出來呢，暗香咯。不過你酒話連篇哈，我花一朵精神，用差唔多6、7首嘅近體詩嚟表現哈，一神奇啦。好，第5章笑談世間瑣碎事哈。就比如講有一擺去植牙哈，也沒有一神奇的事情啊，還是寫出來。第6章暢敘胸中赤子心，會不會就有用
用到个小故事来做建议，太有迄安尼。其实吼，第一度我知道，比如讲像喺农村嘅故事，董祥云。农村嘅故事，比如讲，我有看到一篇出去割牛草，我印象中我爸爸没有讲过佢出去割牛草嘅故事。做得像其他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上嚟也割牛草，也讀到嘅情景啊，係講嗰陣時嘅記憶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割牛草哈，你也係當神奇嘅事情，啊，頭擺知道冇神奇，你也想起來。比頭擺實際去割草較還較神奇。因為講咧，因為我想來想去哦，頭擺總係按好一個牛草。因為割牛草就像放牛吃草一樣嘅。當豉油。當豉油，嚇，冇人割，嚇，徛一啲光嘅，一啲涼嘅出去散放，嚇。就一主邊，然後割，太人這樣講咧，一主邊然後割一擔草磚啦。煮好嘅，絕對唔會有人讓囉嗦，所以總比去聽太人去割一番薯啊，割禾絲田了都好高動作，因為唔是說按道理。唔過吼，其實唔單像神奇嘅部分，唔單像係按樣聽聽哦，還有當到好高嘅事情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談好談嘅故事，好談嘅內容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一本書，叫《到浮生小記》，係寫嚟當到吼。你自從佢其他個，佢從細到大發生咧，唔管係佢非議嘅事情啊，亦係講佢以前經過嘅事情，當到神奇嘅部分，還有可能有一些咧淡淡的鄉愁的部分，全部就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家下一開始有講到一割牛草，上來除睇一割牛草嘅勢頭啊，因為當豉油。本人較中意以外，一割牛草還有乜嘅事情、乜嘅細節，係當相當意想咧，本人攞佢寫下來嘅。哦，因為你割牛草呢件事情咯，我特別印象，像你按精彩嘅事情吼，因為冇人寫。因為真係冇人寫哦。他把報紙上唔是看到，我就去網絡上搜尋吼。發現太多有一陣寫，不過寫的冇一完整啦，所以講我就想到講兩個事情我係唔寫，就冇人會寫。韓國後輩嘅人可能就唔知嘅。後頭人就唔知講，你歷史上你農家你大概用田油嘅，咩田油嘅，用機耕耘機較冇用，完全冇用牛嘅來試田嘅啦，所以兩個歷史就會冇見體啦，所以我就想辦法見面老頭擺嘅事情回憶轉來大概寫咗一篇文章。韓國其實我知道形象一下都懂，很仔細懂，有很多小細節的部分全部就會老給寫出來。比如講牛尾好生那種草誒，你還會老給寫出來哦。牛尾好生嘅草誒有哪度？牛尾頭擺。嘅山鄉現場地，很多冬瓜毛草。冬瓜毛草，很正經冇看過，冇聽過。山鄉也有呢度野生嘅木草。係木草。係啊，嘅牛嘅咩有是嘅像嘅嘅酸嘅樹葉。酸嘅樹葉咩做的？係啊，嘅咩青來色。所以也就割草最後就要先牛嘅色咧，冇開轉來，牛冇色咩大打。開嘅動蟲要開轉來。係啊，你走去山鄉嘅海闊天空心情就當好他把草割好嘢，就會沒得空調來做像他把讓阿哥向下出去阿哥先會唱歌嘅，佢會總係會唱歌嘅，因為山鄉人做事一般會唱山歌。哇！但是我都唔會唱山歌嗰陣人哋喺真嘅要彈歌，老人家喺斯坦人家就啲嘅唱山歌做嘅。他把彈喺度對門山當歌嘅阿叔公佢唱山歌，
所以外國佢咪要唱着歌誒，唱咩乜蘋果花，我真係記得佢唱嘅。嘅流行歌就唱誒。係啊係啊。不過雖然聽起來按樣嘅出去講搖錯嘅成法，聽起來很愜意當歡樂，不過其實冇係係有當到危險性咯。地都有講要小心毒蛇跟野蜂。哦，佢絕對有誒。哦，不過還有一件事情新神奇誒。乜嘅事情？這個你是談過共匪傳單嗎？有談過，在歷史課本裡面。就你啊，算起來是差不多50年前，應該差不多讀初中噶哈，去國初噶，接為呢個蘇聯杜航哈，染到嘅共匪空飄傳單。空飄傳單。空飄傳單。嘅杜航有得乜概念？有毛語錄。哦。有個大陸嘅通行證啊，乜嘅哈，呢度事情。嘅我就對個毛語錄親有興趣啊！我真係記得嘅詩句都講毛澤東經常寫嘅詩咩？哈，有一句乜嘅都凍死蒼蠅未築起咁嘅事情。哦，我說一條事情全部都有留記寫到一散文地度。係啊，頭擺嘅先生講，看到共匪傳單做唔得看咯。哦。叫用嘅時候，愛教本編輯也係用嘅。教本學教。哦，愛教本學教。技工。哇，嗰時候其實先生我知道你雖然有一些些來看嚴肅嘅事情，不過你都是寫佢比較快樂的那一面，對不對？寫人較歡喜嘅，本人看到會較歡喜，比較幽默的那一面。係啊，寫書本來就係咁啊。對，韓國我有看到一篇係按到老楓樹，嘅係你頭版也有靠副圈嚟嘅老楓樹，好冇？個老楓樹動態頭，哦，看到拍有幾下幫嘢，哇，個上來佢睇咩望遠啲，佢睇佢動嘢，係啦，都是講嗰個白公樹啦，白公樹，又係有白婆，因為有兩頭，哇，頭嗰年就拜田公，拜田公，拜土地公，田公是無處不有。哈，但是白宮你要找一個地方，哦，要找一個目標。佢按度好，那個山上就有兩條楓樹喺度嘅，哦，大家看到啊，上咗按江，哦，絕對有神，有靈性，哈，所以就石頭貼貼啊，哈，就做一隻白宮啦，哈，3當年白宮就獨家嘅，老嘅裝頭啊冇窮樣。哦。13年烏卡，絕對就一隻白宮。哦。冇可能就隔壁3當過去拜白宮，嚇，所以你拜白宮要去加殺，嚇。嘅阿公親神仙，佢啊透露咗當日周順臨阿妹，我去白宮下點香奉茶，嚇，個迄講。過年過節，嚇，韓國白宮上，嚇，就愛攀神日，嚇，水果，愛攀神日，嚇，去拜白宮，嚇，要下手劍，嚇，要打紙炮嘅，嚇，這樣，這都屬於神奇啊！呀，人可能像講東南去老師拜咗呀，蘇神白宮，都是有愛呢，呀，總係將會發生嘅事情。係，乜嘅沙頭白宮啊，呀，都全部就係頭拜年，因為愛感謝希望呀，土地富權呢嘅呀，都白宮愛留人哋保佑，愛留人哋保護。香港唔單止安尼哦，呀，老楓樹唔單止喺白宮聽聽，呀，當個還有當到神父，呀，啲東西身上全部就有觀察到，全部就有看到，然後佢寫下來。查，家講嘅做啲歸納講很多人文活動啦，哦，地方信仰，哦，但是你白宮樹本身就一隻故事，哈，佢所以會上到漢太頭，哈，絕對有當到生物同當個，它的生態沒有給寫出來。係啊，我記得當個。有個筆觸嘅呢個係，哇，還有筆觸誒，個筆觸誒，當佢臨啱嘅就會呢個空中走出來，滑翔下去，嚇，嗰個輕動當個就有隻幽火豆，
當太長。哇，有腰破掉呢。要做較神哈，較神奇的部分啦。跟你講一天夜各我4天哈，太樹下好了涼啊，哈，也到嚟天樹嘅隔壁林沙，就會啲樹下撩動住哈，水動住啦。所以有動。神奇嘅唔單止生態哦，連文化產業都會寫落去哦。嗰啲樹下水當初佢鬧熱咧，桂樹嘅上面嗬加滾嗬，佢下邊又會鵝鳥下來。係啊，佢上面動到啊。上面還會鵝鳥下來哦。唔單止自然生態嗬，有上面嘅部分沒有寫落去哦。有你去嘅採這個楓樹的樹脂，是不是？哦，我都講很多蟲葉。蟲葉，每個松樹上會留個樹枝咧，哈，蓬樹嘅也有傷口哈，咪會出個蟲葉，哈，蟲葉嘅用途一種做嚟做藥嘅，一做嚟做香，哈，所以當然固定時間就有人會來採，哈，當然有一採個爬上去，爬上去就係問講阿公。這樣，問過主人就錯嘅哦。韓國唔單止有樸素嘅故事哦，講到有農村地圖啊，當到家家戶戶全部都有煜雞、煜鴨嘅，啊煜鴨的東西啊，就會撿東西本家的，所以就會食人嘅舌頭了，咩係人嘅舌頭錯冇？我去撿物嘅本其實啦，撿野螺嘅本其實，哦，嗰時候自己係去路上養野螺。野螺嘅養野螺本阿伯說哈，你做生意咧，當年要做嘅事情哈，那叫做野螺，一般是林阿妹，哈，冇做老魚咩會有野螺係林阿妹。嘅野螺講，它講熱啊講曬哈，因為佢按行路有個免疫，對，哈，分泌免疫行，太早佢就冇辦法出來，所以唔嘅日頭來佢那會出來，哈。所以算係是強構些啦，也唔係乜嘅佢辛苦嘅事情。不過懂得影響啊，也就是想到講嘅看人嘅文字，也就腦筋地圖就有畫面咯。看到一隻生意嘅啲路況，看見嘅野螺過馬路有冇？你就會攞佢黏起來，要去攔截它，你就知道有條文字雖然看起來懂簡單，不過做得在讀者的心裡呀，也係在讀者的腦筋地圖，就會有一個畫面，一個很可愛、一個懂神奇嘅畫面都地圖，故所也就會文字嘅力量哦，還有懂精彩嘅部分，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喲。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好，今日愛同大家來紹嘅一本書，叫做《浮生小記》。其實吼，雖然當到故事唔係我生中嘅時代會經過嘅故事，不過我當家有聽到我爸爸講佢韓細時節嘅故事，比如講像家下講嘅養野螺嘅故事，我爸爸沒有見過呢。哦，對，咁樣安樣嘅農村嘅生活，真神奇。對，咁樣安樣嘅記憶，我就知道聽起來真係當神奇，也幾件唔係讓下小朋友會讀到嘅故事，讀到嘅情景。嗰時候我知道，也咪當從一個故事欣賞老佢寫下來，老佢記錄下來，做得本大家的讀者的腦中裡面再建構一個農村的情景、農村的畫面。對，懂得影響。韓國唔單止安尼哦，欣賞韓國第一本我還有看到一篇懂得影響嘅故事，因為也都幾年冇帶到上海，一下就帶到台北嘛，對不對？帶到台北還愛自家來包裝嘅，我就知道也係一件懂神奇嘅事情哦。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篇故事。5月節哈，佢當作是種嘅咩？哈，不過你下醫生人會自家包。因為老闆講飯店要出動到5星級嘅，嘛，佢包動到東西嘅種嘅呀，對哇。不過有一擺哈，我本樣就講，哎呦，佢買的時候冇帶，我說你抽到朋友嚟，不敢自家包。應該講好啊。這一包是一包有媽媽的味道嘅，還會媽媽的味道。係啊，這個就開始想，頭擺迄種嘅，係包乜嘅東西，嚇，我見唔明就明到，頭擺我婆講一句話，
个你的糯米真好食，哈，所以你读中的去加的糯米。哦，去加中的糯米。所以头摆读中的个材料的选择哈，就当严格就差不多啦，还有像包乜嘅包竹笋。竹笋，哦，因为5月节假差不多6竹笋出来，佢下来前乜嘅前萝卜干，呀，聽到想到我肚子就搖還有一包鵝肝，鵝肝，係啊，包鵝肝。呀，係冇盲食糖果嘅配方呢。鵝肝有得香啊，有的人唔敢食啊，但是夏威夷人就講當香。哦，你啊好包嘢，用乜包？用椒薑一包，我用椒薑葉，我用放喺糖，我用薑椒絲。哈，薑椒絲嚟，唔係青菜那個麻熟嘅拿嚟燙就做得了。個既然決定講要包那就盡量去採到準古法然後特別同樣嘅材料。哇，跟你的台北愛備料，你就愛備幾日嚟咧？對啊，這個那給你請嘛，個包米上神奇啊！所有嘅東西菜買片嘅然客家來，大家想做一包讀中嘅了快咧，一部建議咪係磨板手嘅包吧。磨板手你買老中嘅包起來。係啊，唔會燙，唔係一樣嘅燙。用緊神哦。所以就就變咗手法所以包米，如果唔會燙嘅就網絡看看啦，夾錢。不錯，有去看到做下，用公婆用頭看手機查用嘅包，去哪練習吧？係啊，現學現賣，現學現做啊，跟怎樣跟我就會變炒糯飯了。故事就按用啲台北起家包中嘅按用嘅故事，同成花，韓國同成次嘅故事就留佢寫落去。冇錯。韓國唔單止按欣賞嘅啲人嘅你係托嘅森林系出來嘅。故事你對車夫有一種特別的看法。你起家到底度有寫一棟到車夫，你知道啲文中底度按用嘅老車夫嘅神奇嘅部分寫出來。你一般來講都係看到哪條觀點留佢寫出來嘅？對車夫的觀察，一細膩將提供叫趣味啲嚟搭配。呀，就真係每厲害人開始這樣按用啦。唔看頭擺。我就記得文徵明寫過一篇有關嘅玉蘭花嘅詩啊，佢有寫到一句詩按到鄉紳別院晚風微，前面一句按到隱落空階初月冷，鄉紳別院晚風微，這一句話我知道非常的優美包米我親身下鄉紳別院玉蘭花嘅時節，我有用到兩句話包米俾我爸爸看到結果佢去買玉蘭花嘅時節佢就拿一隻牌下鄉紳別院洗澡時，我都拜當過按用招搖過市，生理親好。真然哦，係啊，然後給下一個注解，就因為了解要在車夫，然後給下一個注解。呀，在老人家，我點看到鄉紳別院？生理就懂後就錯。係啊。故事其實我有看到你 TPA 有一篇按到客家味蕾九層塔，客家啲其實七言菜，對九層塔，不過客家人用按到七言菜。原本是在法語底度講9層，客家話就變7層了。對，要一天懂神奇嘅事情，底部面有 TPA 老給寫出來。對。7言菜嘅事情，外面唔點樣有人講7言，有人講9言。不過較神奇嘅事情就講客家人，去客家狀況，客家人喺我面前就會種一盆。全部就有種。家庭主婦炒出來一種
目标七连茶就是唔对啊。客家菜真做爱解。係啊，還有一點就講七連茶嘅特性。哦。見雜叫做見生。係。嚇，一雜就一生。青菜插叫做青菜生。係，無雜點都開較少啲。嚇，所以最近講你啊，可能留嘅客家人嘅硬頸嘅精神有得個關係。七連茶咩用吼，當硬頸。韓國地杯咩寫嘅，也有看鐵油嘅口味哦，也都幫從頭做啊，愛加嘅七連茶無？係有樣。哦，但係盲食食過按用嘅口味呢？那叫為煮頭為做，一般煮個無絲田咖。好。個無絲田咖哈，會做按用嘅做。哦，古時候其實按用嘅做，地杯有寫嘅當到，亞布卡嘅口味嘅米絲，像係亞都有炒菜瓜，又係講炒掉菜，亞睇下就夠用啦。古時候異地都還有講哦，講馬家太講有傳啊，七連茶有什麼黃樟樹。哦，而家喺頭擺有人講，七連茶地都有黃樟樹。哦，唔過你地都有為這個七連茶寫了一首詩，俺上了亞米團本台噶唐坤呐。他說：台灣香草9層塔，炒蛤蛤蜊的蛤啦，炒蛤煎蛋做3杯，頻頻傳說黃樟樹，其實是個大誤會。這麼跟你們按用講呢，講佢係一隻 movie 呢。七連茶是嚟溫柔嘅，根本就講無思念的事情。哦，阿婆一生人親好食七連茶，佢咩事都救着人啫。好，可見你啊樣嘅說法，我知道不成立。不成立就對了。對，古時候其實所有嘅散文啊、隨筆裡面啊，其實有懂得像剛剛俺念嘅這樣子的，可能是這樣子7個字的這樣4句話，按用嘅韻律詩。像老師你下按用嘅死都底度。懂得就會本你有一種神來一筆的感覺，看一下，看你懂得文字，就突然間有一個節奏感的詩出現。不過你基本你沒有帶來而送本人復起來嘅詩，而本太搞錯冇？我準備一下。獻醜一下啦。唔會，當用很多的有請到其欣賞其他個來會復起來下一篇詩哈，來開始來念一下來。前一波嘅清流行嘅技法，安多乜嘅獻祭時間？獻祭時間。這個人生短短幾個秋啊，對不對？唔錯，我真好彈。要用復起來寫下詩下近體詩哈，實在有點困難啦。哦，我冇按啦，因為利用雜詩來表現。好，冇問題。啊，同時用家主持人也咩人生短短幾個秋來做開頭，看做得交代冇？好，冇問題，好來分享。人生短短幾個秋，有苦有樂有神奇，等到老時回頭看，爭啲到當時好福氣。哇，謝謝齊太哥吼，送亞西基石麼？下得懂吼，送亞西基石本太家。古時候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想要拿到一本書，今每年齊太哥咩 TPL 要送3本本太家哦，所以都按復起來嘅粉絲專頁下邊去回答今每年按問題就係一本書嘅名嘅，係嘛解哦，大家看清楚嘅哦。今每年咩什麼太家嘅書看，咩什麼齊太哥來到節目當中，係講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想要來了解嘅文章，唐講而咩有 FB 要同大家分享錯冇？我有成立一個粉絲專頁啦，做很多草木有情，草木有情，我見我師，觀眾朋友係大家係有興趣，做得來批評指教。好，什麼齊太哥來到節目當中，好，謝謝，多謝主持人。咩什麼觀眾朋友會收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了。